我哋兩位係今晚嘅大會司儀，我係馬基，大家好。而我咧係嚟自 TVB 嘅黃建都，大家好。好啊，馬基，我想講啊，我記得咧舊年咧我係座上客，我諗我食過人生晚宴裏面咁多餐，因為係最好食嘅一餐㗎。咁當然係啦，因為今晚咧我哋座無虛席之餘咧，真係位位咧都係煮得食得之人啊！我哋全城最頂尖嘅中廚師咧，都雲集喺我哋嘅場內㗎啦。每一道餸都有朵，我知道。係啊，一陣間咧都會逐一道餸咧，就係為大家去介紹嘅。好啦，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事不宜遲，立即有請我哋嘅舞獅隊帶領住我哋嘅會長江少琪先生，以及係一眾嘅理事，陪同我哋嘅主禮嘉賓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 JP 一同進場。羅淑佩局長、傳媒朋友、品牌商號同埋在座各位中廚師會員，大家好。首先我代表香港中廚師會，多謝大家今晚上面嚟啦，本會第21週年嘅會慶晚宴。香港作為國際飲食之都，集合咗五湖四海嘅飲食文化，應有盡有。但係喺全球經濟不景之下，北上消費嘅熱潮，令到香港各式中餐廳正係面臨前所未有嘅新挑戰。我衷心祝願香港中廚師協會會務蒸蒸日上，亦都係繼續為我哋中菜業界注入動力。祝各位在座朋友身體健康、事業騰達、家庭幸福。多謝大家。我哋一齊請高啲條絲帶看住前面。好，三幫學會務興隆，知難照進，老勝清楚。